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善溪。温润月地，婉转长歌。玲珑锦绣，一梦百年。赏心。美景。良辰。乐事。3个字，要变快。师兄，好奶奶好。名家荟萃，熠熠生辉。神仙眷侣，满台绝色。时光变幻，梦里桃源。一出好戏，不负江南。上期节目，角儿来了，走进粤剧之乡。上周，在一方古戏台上，慢说粤剧的高光时刻。新中国第一代粤剧男演员史继华深情讲述粤剧起源时期，男扮艺人如何开辟一片天地。粤剧名家吴凤花带您回望第一支女子粤剧班社的前尘往事。听粤剧名家方亚芬叙述从粤剧十姐妹到粤剧13流派的传奇往事。本期节目，让我们继续跟随粤剧名家们一起回望过去，探寻粤剧115年的时光密码。更多精彩，敬请关注《角儿来了》。芳华粤剧团调往福建金城乘车出发，粤剧姐妹们到车站欢送。这是在1959年1月25日，上海的《新民晚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当时声望正隆的尹桂芳先生率领着芳华粤剧团全体演职员63人，登上了从上海开往福州的第53次列车。慈沪入闽之际，尹桂芳先生心中深深眷恋的仍是这方舞台与观众。我一直在想，福建芳华粤剧团离开上海之前，要给我最亲爱的戏迷朋友们演一出什么戏呢？是盘妻锁妻，还是西厢记，还是沙漠王子？不如还是贾宝玉吧。我把贾宝玉这个至情至性的角色送给喜爱我的观众朋友们，也送给这方曾经我演出过100次的沪上舞台。爱不尽，来年曾
相多有谁相比，明媚鲜艳能起时，夜照漂泊难寻觅，花问鸟问终乃女。鸟是无言，花是慢走，我知道你不理我，见了我就躲开，我只和你说一句话，从今儿就了开手。请说吧。
这两句你听不听你？妹妹，唉，既有今生，后别当初。当初怎么样，今生又怎么样？想当初，妹妹从江南出来到，宝鸟是终日相伴共欢笑。我把那心上的话儿对你讲，心爱的东西凭你挑，还怕那妖怪佛事不周到，我亲自张张健健来照了。你咋烦恼，我担忧；你咋开眼，我心笑。我与你同坐桥，同常在，像一母所生的亲同胞，实指望亲亲热热走到底，方见得我俩情比谁好。谁知道妹妹人大，你心也大，是今日瞎着眼睛把我叫，三朝四日不理我，四宝鸟是问罗怕蛋外闹。我有错，你当年是马也好，为什么圆儿鼻子将我抛？你有仇，你说也是，说也好，为什么被人托死把泪掉？四宝鸟不明不白不理我，我就是为你死了，也是故去世的归
谢谢演员的精彩演绎，也欢迎越剧名家赵志刚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看了这样一个情景再现，我相信您一定会想到您的恩师尹桂芳先生。是的，特别有感触。尹桂芳先生曾经4演贾宝玉，演过不同版本的《红楼梦》，有宝玉与黛玉、贾宝玉、《红楼梦》等等，所以他是越剧界最早演出贾宝玉的越剧演员，所以对《红楼梦》的这种爱，我想从我们后辈去学习中间也是学到了很多。2000年我演《红楼梦》，曾经去到尹桂芳先生的家求教，老师我如何演好宝玉？但是当时我的老师已经半身不遂，他已经不能用语言来表达，所以他用左手叫我过来，然后我就跪在老师的脚下，他用一支笔，我拿着一张纸，他就在我的手心里面写了一个字，什么字？情，情，感情的情。我后来也悟到很多，当然一个要带着老师的这份深情去演出这样一个《红楼梦》，当然也要去演出一个多情的宝玉，更是要把自己的这份热情融入到戏中去把握好、揣摩好这个角色，把一个全新的宝玉奉献给观众。所以当时老师给到我的这个情字，也是一直激励着我。现在想一想，当年应该是在1959年的时候，是的，尹桂芳先生带着芳华越剧团离开了上海。是的，当时我听说很多的戏迷潸然泪下。当年去火车站送行的观众，亲口跟我说过，那种场面真的是终生难忘。就是列车要开走了，戏迷们拉着这个列车不让列车开走。当时好像也是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是的，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要把我们的文艺文化送到这个边陲的地方、边疆的地方。那么福建当时应该说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特别是到了那儿之后呢，实际上我们了解到，他们太不容易了，会面对很多的困难，主要的就是语言问题。语言不通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剧团实际上也是面临着如何生存，如何普及传统文化。所以呢，像尹桂芳先生他带领的这个芳华越剧团，就试着在剧目的题材创新、样式创新，包括吸收当地的一些艺术的样式和文化，融入他的越剧中间。所以芳华后来，比如说像屈原，尹桂芳先生他就突破了小生的行当，扮演了一个老生的形象，同时拿到了华东6省一市汇演的1等奖。根据福建的故事，林祥谦改编的《红色风暴》，又比如说江姐，而且他不演小生，他自己去演江姐，还包括像《团圆之后》等等一大批的剧目。也演了很多的传统剧目，逐步就让当地的观众接受了越剧，同时呢，也让很多的观众痴迷越剧，也让整个的福建带来一股清新之气，可以说也引领当地的这个文化，有了一些新的潮流新的变化、创新和发展。尹派的知音，尹派的戏迷太多了。对。一听到尹派的那个缠绵悱恻的唱腔，就会让人情不自禁地进入到那样子一个场景当中。那如果今天请您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推荐一出或者几出尹派代表作，您会推荐哪些？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我就用老师的代表剧目《沙漠王子》来献给我们的广大观众。太好了，我们也衷心的祝愿尹派源远流长，尹派桃李满天下。有请。
一声声悲叫，惊雨阳。一阵阵寒风送月亮。一路就是见不到，一种种心事，天真流长。是什么鸟本世间越多远？为什么不照人间引人伤？是什么令我心越焦急？为什么不早恰叫独流浪？是什么比天之心月儿明？为什么
1984年，浙江粤剧小百花赴港演出团的主要演职人员开进长春电影制片厂6号摄影棚。经过8个月紧张拍摄，粤剧《舞女拜寿》被搬上银幕，轰动全国。当年即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戏曲片奖。《舞女拜寿》的问世，造就了一个青春活泼的浙江省小百花粤剧团，同时也将小百花这块金字招牌传遍了大江南北。一看就有年代感了。对，这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拍的一个，当时84年，正好是建国35周年，然后我们这个片子也就作为献礼了，还拿了当年的那个金鸡奖的最佳戏曲片奖啊。这邵燕，对，这是二女婿陈肖珍啊，对。对，这是四姑爷四小姐，这是陶慧敏五姑娘，对，陶慧敏江瑶，对。当年正好这个董克弟，我们当时不是有个什么五堵金花嘛，这个说法，对，当年平均年龄小百花18岁，哎呦，太好了，年轻靓丽。然后我们那时候在长春拍片子的时候，每天吃馒头。就吃的一个个脸都像馒头一样，特别胖。舞女拜寿，对。刚才没有看到您在哪里？我是要到后面，我是这个舞女拜寿里，我戏特别少，就严格的来说，就只有1场半的戏。我是演3女婿的弟弟，就等于说5个女婿之外的第6对。对。第6个女婿了。对，是的。姑娘，请喝讲堂。请喝讲堂。姑娘，姑娘，姑娘，醒醒！你是谁？你是什么地方？姑娘，姑娘请姑娘放心喝下这暖肚汤，这里是南京城外最家长，只为我兄长官考复英信。奉少明当听军报上街访，
怎可相救你？顾不得男女之间有大旁。这草房是我嫂嫂一生事，9年来与他作伴也无妨。姑娘啊，因我遭难，对我讲，不要悲伤来望望。姑娘一定生好人，你只管披上我嫂嫂就与咱。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是在1984年的时候拍摄的越剧电影《舞女拜寿》。您看了以后，什么感受啊？非常的感慨，青葱岁月。当年这个戏可以说是，红遍大江南北。没错。还拍了电影，确实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非常难得。就是，一出道吧，就是，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女团，就一出道我们就留下了自己的一个作品。现在看了，尽管清晰度不够啊，这个，哎呦，我自己看着自己怎么这脸像大饼一样，一个个，就是还婴儿肥时期啊，表演也不成熟，但是。确实留下了那个时代的一个印记，这是非常值得去珍惜的，而且您个人也是在这个片里面圈粉无数。对，因为我这个戏里，其实我角色很小，是一个小角色，但是里头唯一的一段唱腔就是那个奉汤，请姑娘喝下这碗暖肚汤，这段唱腔竟然就在观众当中被流传了。当初我刚刚第一次去香港演出的时候。那个姑娘啊，一声影派的这个起调，哇，一堂彩，我当时一惊，我心想没关系，人家香港观众是久违了影派，是为太先生尹桂芳在鼓掌，不是为我鼓掌的。这样子的一个可以说让那么多人一下子就记着了，尹派在《舞女拜寿》当中唱腔，记住了毛维涛，这个是您之前想到的吗？没想过，我经常开玩笑说，我说。我其实特别没有什么理想追求的。我当时刚学戏那会儿，就是我说，哎，我将来我的唱腔能够进浙江人民广播电台去播一下就可以了，就是奔着这样一个目标，就是一定要把它唱好，要把它戏演好。我们那个年代，就是人们带着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戏剧当中那种美的渴望，就一下子就是赶上了一个特别好的时代，就是那种传统文化的复兴，使得我们这一代人就脱颖而出。最早的时候，先有了这个舞台版本的《舞女拜寿》，那个时候所有的演员平均年龄18岁，对，而且那个时候好像不在一个剧团，全省各地，当时确实省里是下了大功夫的。起因呢，是因为当时上海豫剧院是袁雪峰老师他们这一代老的和年轻的一起到香港去演出。就是像包玉刚先生他们这些邀请的。那包玉刚是宁波人嘛，他想我邀请完了上海，我得再邀请一下我的家乡浙江。那浙江当时就是有点青黄不接嘛，所以当时浙江的领导也挺有魄力的，就是说我干脆我找一批继承流派的年轻人去，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出奇招。没想到这一招就是青春靓丽，就一下子在湘江可以说炫起了一个小百花风。当时演了
20多天的时间在香港，就常常爆满。那个时候，香港的那个星光大戏院，就是像我们过去说戏班子里头就前园售罄啊，就这样子就满场啊，然后还今天戏码什么什么什么写出来，就特别有那种过去看戏的那种。像鲁迅先生笔下那种社戏的那种感觉。那当时选演员的时候，您当时是在哪个团呢？我在同乡越剧团，我的家乡同乡越剧团。然后我是在这个之前，我是在浙江省艺校越剧的进修班。然后这个进修班结束以后呢，就参加了省里头就为这个赴港演出团举办的一个叫小百花汇演，全省的小百花汇演。我参加的是代表同乡越剧团，我学习的就是影派的《盘棋索妻》当中的一则陆征，这一则戏我获得了优秀小百花奖，然后同时又被选入了这个赴港演出团。没想到就是香港一轰动，然后进京，然后又去上海演出，上海的老师们也特别高兴，没想到家乡浙江出来这么一批年轻人。所以省里觉得这个团如果解散了太可惜了，所以又花了大的力气把我们从各个地区当中各个县市的剧团里头抽调了28位到这个小百花团里。当时是据说是各地反弹很厉害的，恋恋不舍啊。我是最后一个进小百花去报道的。我们同乡越剧团当时确实不肯放我，因为好不容易培养一个年轻人。那当时还记得《无你白头》之后一轰动，然后成立了这叫浙江小百花。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有了浙江小百花越剧团之后，迅速的好像出现了很多的小百花越剧团。对，就是全省各地几乎就是宁波小百花、绍兴小百花、温州小百花，就是出现很多小百花越剧团。可能是大家都叫小百花越剧团呢，一个是感受到我们的这个越剧艺术它有那么多的接班人，另外一个可见它的影响力。有那么多的观众愿意买单，就是一种现象传统戏剧大家就说都是老艺术家嘛，就是没想到他们这个演古老的剧种恰恰都是年轻人，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是女团的鼻祖。当时就像小百花就像一个女团一样，对。那今年呢，正好是越剧115周年那我们今天特别有幸来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嵊州的越剧小镇。我知道这个越剧小镇也凝聚了您很多的心血。再回到这里有什么感受？我最早是也受地方政府受他们的信任，就是聘我做这个小镇的文化大使，就是所以一进来全是我的照片，特别有代入感。对，是的，我就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份荣誉吧。我进来我特别感慨，以前来的时候，比方说还有泰先生、尹桂芳，还有袁雪芬老师，就是每次来嵊州总是有盛况嘛。刚刚前段时间的时候，越剧小镇奠基的时候，还有王文娟老师还来参加，就是落成的时候就是特别感慨，就是说，哎呀，以前来了就是我们就一群就是孩子嘛，就围着这些老师叽叽喳喳的，然后跟他们去八卦一些就是我们很想知道的事情比方说，你跟谁是当年是怎么样老师们也会跟我们说，我们当年谁跟谁搭档搭的比较多，然后为什么后来分开了或者怎么样就是就有点像过年回家的那种感觉。对，就是这儿就是地方上也会对每一次的活动，上海的前辈们以及我们全国各地的各院团的青年。各个流派的代表人物都会邀请过来，所以每次来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这次来住在这个嵊州宾馆就比较感触就是我们都已经到耳顺之年了，就是前辈们大部分都已经也都不在了，所以就是觉得自己也成前辈了，对，觉得比较感慨吧，就是越剧这门艺术的传承可能。就是这样生生不息的，然后从前辈们手上传到我们身上，在我们这一代再传给更年轻的一代，就觉得这是一种在小镇它就有一种刚才您说的是一种回娘家的感觉，或者说它有一种传承的一个力量在里边。那再回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古戏台，刚才我也听您跟我介绍，这里面有凝聚了很多的创意在里面，理念在里面。这个古戏楼当初是我们命名为叫天下第一团，就是各个省份的一些
唯一的一个剧种、一个剧团的，将来都会邀请他们来演出。太好了。我们希望能够成为一个，以浙江为缘起的南戏发源地的，能够延伸到全国的一个地方传统戏剧的一个能够展示的这样一个平台、一个舞台。我们当初就是要给这个小镇有一句 slogan 啊，就是怎么能够就宣传出去了，一句话就让大家知道是这个越剧小镇。当时就，想了很多很多。有一天我突然看他们写的那里什么的，哎，我说我说一句好吧，因为我当时是用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来作为旁白的拍了我的这个小镇的宣传片。我说能不能叫梦里桃源？然后郭导就接了一句下联，就是不负江南。就是这么梦里桃源不负江南，成为这个小镇的一个宣传的一句口号，一个 slogan。这里有万年的小黄山，千年的水上唐诗之路，有100年的越剧。所以我觉得在这儿有这么深厚的一个文化底蕴的话，能够从这个源头上，我们说叫越剧的原乡吧，就在越剧的原乡，能够让中国传统戏剧以越剧为代表的，能够生生不息的从这儿开始重新起航，能够以文旅的这样的一种新的姿态，能够复视到全国，让更多的人到嵊州来了解越剧。大家好多人说，哇，原来这儿李白当年来过2次，还多少次？杜甫就那么多的这个陆游，那是本身在绍兴更加来的更多了，就是留下那么多诗篇啊。我们算了算，长安到这儿，那时候都骑马嘛，对吧？马车嘛，不得半年时间啊？对呀，就是半年时间他要来，为什么要来？我们也不清楚。然后留下那么多优美的诗篇在这儿，确实，我相信这一定有他自己的这个扎扎实实的一种文化的一种传承和一种底蕴在里边，所以才会有越剧。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沃土之上，能够让越剧，100年之后，我一直说有没有第2个100年？我相信只要这个小镇在，这个第2个100年一定会在的。我相信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共同努力，这个梦想一定能够实现的。希望如此。希望在我们这一代完不成，希望后一代人也能来把它来完成。特别感谢毛维涛老师真的是对越剧也好，对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好，是有着深厚情感在的。希望用自己的毕生的精力，能够把它做得更国际化，视野更宽阔那刚才您也介绍了，您有那么多的代表作，在今天这个舞台上，为我们推荐一出好吗？蔡德飞和张一清来表演的《陆游与唐婉》当中的小红楼的一则。那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他们，好不好？一起来欣赏。
天天要来，母亲是有所察觉，总以身体多病为由，强迫我读书，不离作业。我哪里还读得进书？外妹，我也是白天想你，夜梦伴你，无时无刻不牵挂着你。眼前曾比黄花碎，为求你冷落笑红泪，两心不渝长相随。一片苦心总须催，自从与君去，不了相公面前总是慌，身为儿媳怎复成？我要为了许爱分来应酬王，也不为随风再托本心头，我该掉了快生快育原来要该不掉，谁曾天心怀一曲。自从与君经离后，我三生有幸负他去，我母亲儿子成全，你也为成全泪长流，我为母将你红了楼，你无奈之举配天走，外妹呀，却也是有从远程寻妹用妹，再把深渊遇。一个爱你丧死负了你，此生此世长恨了，怕只怕99天空等待，但是我当欢啊了你母亲
心痛是家眼泪泪，想起我不杀师父不得志，只有你高山流水见我遇，到时今婆媳不因我去做鱼为难两不走，藏起本是莫聪明，昂正方向护家园，内心等待永远心，莫与你今生幸不了来世也不对。115年前，粤剧在这里萌芽的，不忘初心。今天我们从这里再出发。北美时尚，永恒的粤剧。粤是故乡明，绿水青山之间。菊儿来了，为我们开启了一次寻根之旅。良辰共美景，在粤剧的摇篮里，我们吸取艺术的滋养。期待尹桂芳老师的精神，十姐妹的精神，粤剧人的精神，在这里传承传扬。我们将沿着前辈为我们指引的道路，不断走下去。115年岁月悠长，粤剧依然青春模样，粤剧依然来日方长。愿粤剧艺术扎根于民众，深入更多人的心肺。愿粤剧艺术在未来的时间里人才辈出，灿烂辉煌。亲爱的粤剧，愿你长青，愿你美丽，愿我的青春延续了你的青春，愿你灿烂，愿你永恒，愿我的生命装饰了你的灵魂。愿粤剧的明天更加灿烂辉煌。不忘初心，今天我们从这里再出发。回首一路走来，从田间地头的自娱自乐，到苦寻出路的艰难求索；从团结一心、革新剧种，到义无反顾奔赴祖国需要的地方；从流派纷呈、群星闪烁，到百花齐放、活力青春。粤剧这一温婉的江南剧种，始终没有停下它坚定的脚步，在启程，初心不改。祝福粤剧的明天更加锦绣。